桃园市4街拢的乌路，最近3档都有35000件，是互民众真怨叹哦，嘛影响到交通安全。市政府是表示讲会来检讨，嘛打算要修法来提悬道路修复的管理费。今年就来完成法规的修正，甲公布。车路边啊为施工的位置啊，中立区民权路当咧进行地下水道的工程。根据统计，桃园市乌车路的工程最近这3年有甲35000件。车路是真接施工，真侪民众拢反映讲，上下班的尖峰时间，清在咧塞车。坏掉就要修啊，基本上是可以接受，对不对？对啦，像平常交通要道，其实像后火车站跟火车站前站，其实会常常的挖路挖很多，然后就是上下班时间车流蛮多，会蛮塞的。根据用工处统计，桃园市最近这3年车路施工前5名的路段，分别是中立区的新生路、山东路、中正路、民权路，也有平顶区的中丰路。主要的施工拢是污水地下水道，也有抢修的工程。遐若桃园区从今年到目前为止，平均每36分钟都有一个案。都有议员批评讲，乌车路的工程实在是伤接，致使车路的路面脆弱，嘛会造成交通大塞车。本府分为3大面向推动，分别为源头控管、交通维持计划控管以及法规的修订。针对车路真正咧施工造成扰民，用工处表示，车路会清在咧施工，主要是因为大路人空挂、开甲关，也有插修。为了减少伫咧人口密集的所在造成交通的影响，会为召开会议整合案件，定出交通移持计划，也有修法3方面来管控，提升施工的效率。其中修法嘛会提悬车路修复管理费，而且会采每一工来算钱的制度，按算今年会完成法规的修正甲公布。公视新闻桃园报道。